可能救咗我哋啦。我哋係睇到啦，佢哋只需要個車行過而見到有人群嘅地方咧，佢哋就開槍㗎啦。包括咗有啲居民樓，嗰啲居民樓咧直情喺高高在上，喺10幾樓嗰啲嚇，佢見到一紮人企喺度咧，佢就唔理咁多，乒乒乓就掃㗎啦。喺木須地，我哋有啲朋友就係咁樣喺13樓，就係咁樣俾流彈打中。佢又唔係落街，又唔係掟石，乜都冇，就係咁樣咧，無端端就咩啦？木須地嗰度另外仲有一個7歲嘅細路仔，就係咁樣企喺度，嘭一聲就打中，就冇咗啦。其中有一個咧，我哋嗰陣時啱啱又喺即係比較接近啲嘅，咁其中一個睇住佢喺後邊追住比較接近嘅，就捉住佢隻手嚟開槍，行一槍就打落佢嘅手度。咁即係現場嗰個氣氛係好強烈，俾我哋感覺得到咧，係對手無寸鐵嘅人開槍嘅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，我哋喺現場亦都睇到，就係話佢哋有啲兵坐晒喺度，啲人喺離開遠啲嘅地方同佢哋講同佢即係進行教育等等。有啲兵咧唔出聲，突然間就放冷槍。當時呢個4號嘅醫院咧就已經係好多，因為不斷好多人送入去啲走廊嗰啲氈全部都血啲人瞓住喺度。咁當時就話死咗幾廿個咯，即係我協和就話死咗幾廿個。咁我哋同我哋嗰個同事咧就行去後邊啦，後邊去太平間，咁就睇到啲人領屍體同埋就同啲人傾咗傾，咁就了解到即係了解到情況咧，就係部隊要嚟醫院，即係第一嗰個殮房嗰啲屍體已經堆到滿晒啦，已經冇辦法再堆啦，所以咧啲家人一認到都要領走。咁我哋問佢點處理啊？咁我哋都唔好問佢點處理啦。咁即係都好慘啦，啲屍體就咁攞個床單就咁放喺上邊，一路行一路跌咗扶上去。咁後來，而且個醫院成個醫院都係啲嗰啲叫福爾馬林，即係嗰啲防腐劑嘅味，好濃烈，一行喺外邊都聞到好濃烈啲咁嘅味道啦。今日嘅新聞就係聽日嘅歷史，我哋覺得即係喺一個大時代、大事件裏邊咧，應該係通過更多嘅傳播媒介嚟了解，即係嚟報導呢件事情。今天是公元1989年6月8號下午4時，我是柴玲，保育天安門指揮部總指揮，我還活着。關於自6月2號到6月4號這段時間整個廣場情況，我想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，我也有責任把事情真相告訴大家，告訴每一個同胞，每一個中國的公民。6月2號晚上10點左右，最初的一信號是一輛警車撞了4個無辜的人，其中3個已經死了。其次緊接來的是第2個信號是士兵，他們警車